有啊，台湾有其他有加各外，到各个旅游，各个旅游家，叫咱那些中平去玩，大家入到去嘞，咱中平去玩，晚上入到去嘞。那里有人家，好的家庭啦，这种花也会泡澡。红山天路，还然后这边也呀，还是要有花对，所以方面在不要害怕。像那个以前南天路，来注意了，咱现在有人家来摆卡，就是红山人物的来泡澡，咱就花湾水，在南坡这边体验。所以说那个以前南天路，来学习啦卖油啊，这些泡水还有学习安全。咱靠这边是南天路，然后这边是南天路，咱来就是家来这里，也是有地方稍微玩来这里。